先生，您是开农业搬运车摔跤吗？是的。先生，你是农业搬运车队倒計係麼？先生，你是農業搬運車隊倒計係麼？俗話說，倒霉真倒霉，走路一直跌，卻跌到這麼嚴重。係啊，上義講，衰，行路坡對，咋對到愛嚴重？係啊，上義講，衰，行路坡對，咋對到愛嚴重？頭部有撞到嗎？頭哪有撞到麼？頭哪有撞到麼？沒有撞到頭部，但是整個左腳好痛。冇撞到頭哪，但係左腳規支當痛啊！冇撞到頭哪，但係左腳規支當痛啊！您是左腳先着地嗎？對。你係左腳先跌到天內係麼？係啦。你係左腳先跌到天內係麼？係啦。胸口、肚子有撞到嗎？有撞到。胸部、肚臍有撞到麼？有撞到。胸部、肚臍有撞到麼？有撞到。您現在會不會痛？有一點。呢下你係咪痛麼？有一點點啊。呢下你係咪痛麼？有一點點啊。請您手舉起來活動看看。胸口會很痛嗎？還好。手請你卡起來天痛看啊。胸部會當痛麼？還好啦。手請你卡起來天痛看啊。胸部會當痛麼？還好啦。您現在最痛的地方是哪裡？左腳。你呢下最痛嘅位所係哪位？左偏腳。你呢下最痛嘅位所係哪位？左偏腳。有這個地方嗎？沒錯。左腳呢個地方係麼？冇錯。左腳呢個地方係麼？冇錯。俗話說，男怕腳腫，女怕頭昏。您的腳看起來腫得蠻嚴重的，我們先幫您照 X 光。好。您講男驚腳腫，唔怕頭昏，你個腳看起來腫到一嚴重，但你先讓你照張 X 光片。好。您講男驚腳腫，唔怕頭昏，你個腳看起來腫到一嚴重，但你先讓你照張 X 光片。好。您之前有沒有藥物過敏的情況？沒有。有沒有開過刀？也沒有。你之前會有藥物過敏嘅情況嗎？冇。有開過刀嗎？也冇。你之前會有藥物過敏嘅情況嗎？冇。有開過刀嗎？也冇。了解，請您旁邊稍坐，我先幫您的腳做固定。了解咧，請你旁邊坐下，我先讓你嘅腳骨固定好些。了解咧，請你旁邊坐下，我先讓你嘅腳骨固定好些。照完 X 光後，再看後續治療方式。好，謝謝醫師。X 光照好，再等將來看樣板治療。好，希望醫生。X 光照好，再等將來看樣板治療。好，希望醫生。